再来看台南哦，伫过年期间，伫河路广场运河的边仔有设一个水上的艺术品鱼头滚，也毋过有真侪民众是反映讲附近哦真臭。台南市水利局嘛表示讲，未来因安平净水厂放流的水来食，互运河的水域会当流动来改善臭味。美丽河景加上水面上的装置艺术鱼头滚，台南运河伫咧新城期间，请真侪游客来遮翕相，成做上热门的景点之一。不过，真可惜的是，这水较落，翕相地点的运河段佫有臭味。不是很好闻，但是还是轻微的，不是很严重。OK， 就鱼腥味吧。那臭味的意思就是代表那个河段缺氧啊，氧气不足啊，使得那个硫化氢气体逸散出来啊，反过来其实是很讽刺啊。台南市水利局表示，这个地点先天不足。未来望会当甲安平净水厂大广线接来到遮，甲部分处理过要放去海洋的水放流来遮，增加河水流动，改善臭味的问题。将我们的安平水资源回收中心处理完干净的水，引到我们的盲段，让盲段的溶氧跟它的流速来增加，来改善盲段的问题。水利局强调讲，安平的下水道接供率超过95%，民生的污水拢砸去安平净水厂，运河已经无污染的问题。因若这个河段色水看起来较落较深，甲边仔的大楼有关系，因为这日头照袂到，水的色池就会较深。未来嘛用真侪方式，互运河水质更较清、更较水，请更较侪观光客来游运河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